各位早晨，時間嚟到8點半啦，先睇下今朝早嘅天氣。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。唔該晒。有內地家電商認為，本港鋪租高係進軍零售業嘅最大阻礙。霸王集團中期業績轉型違規，轉頭翻嚟會有詳細報導。各位早晨。受惠於內地旅客嘅消費力，本地零售市道未有受外圍市況波動所影響。有內地嘅家電商亦都睇準本港嘅商機，但係就認為鋪租高係進軍本港零售業嘅最大阻礙。蘇寧2個月之前完成收購一間日資電器公司嘅本港業務，接手呢個過萬尺嘅商場鋪。管理層表示，商場今次冇因為轉咗租客而加租，但係就話每逢喺核心商業區擴充，都要面對租金上升壓力。游客集中區域，銅鑼灣、尖沙咀啊、旺角這些區域，新開鋪的租金相對原來的一些店鋪的租金相對是偏高的，而且確實我們也感覺，如果香港的商鋪的租金按照這種勢頭再進一步的持續下去的話，對香港的商業並不有利。由09年打入本港市場以來，平均租金成本已經上升咗1成半。面對出年開始嘅續租高峰期，管理層話唯有不斷擴大規模，提高經濟效益。擴大我們的銷售規模，實際上從今年的1到6月份來看，在銷售規模上面來說的話，我們已經跟上年是翻了一番。目前來看，我們會突破20個億全年的營收，所以這個規模的翻倍的增長，對於這種租金成本的攤薄，它是一個最有效的一個手段。過去1年，集團新開13間分店，目標係年底前再增加4至5間。有分析話，海外品牌同本地零售商對主要商業區鋪位需求仍然熾熱，估計整體鋪租年底之前至少仍然有半成嘅上升空間。無線電視記者陳正樂報導。